歡迎各位網友收看荷蘭網頻道同埋員工二頻道喺2026年7月30號嘅聯合直播。今次關心兩個話題同大家傾下嘅，一個就美國關於武漢病毒嘅源頭，同埋當時美國嘅公共衛生嘅頭頭福奇博士，雖然已經退咗休啦，亦都係得到拜登總統嘅特赦，關於一切啦嚇咁啊！但係佢嗰個病毒處理喺美國嘅處理，尤其是關閉喺啲學校啊，一啲甚至所謂場所社交距離呢啲措施，今天咧就受到美國嘅議員就質詢，咁啊，但係佢引用第5修正案咁啊。一於拒絕回答超過100條問題。而家即係主歧視嘅參議員蘭德保羅咧就話下個禮拜研究參議院要唔要通過，即係將佢藐視國會罪交俾法庭。咁如果交俾法庭就係犯罪要坐監。咁呢單嘢咧就牽涉到武漢病毒溯源，又而家可能打響咗即係追訴責任嘅號角。另一單就係美伊之間談打，而家咧就係真正打翻轉頭啦。就美國咧喺29號決定繼續轟炸，咁啊有個講法就話超過10日佢仲會一路炸，咁就要炸到佢即係幾乎要投降，或者甚至炸冧呢一個革命衛隊嘅總指揮啊，佢哋嘅所有嘅設施，因為轟炸第一日咧就係炸呢個革命衛隊嘅主要嘅機構。今日係咪特朗普今次立定決心即係冇得傾啦今次你求饒都冇用噶啦。咁啊先講下嗰個戰爭嗰部分先。歐埋咁啊呢個特朗普聽到大家講咯，唔好手軟係嘛，開始硬起嚟喎。佢實際嗰度停一停咧，可能都係等住同納塔雅胡佢哋開個會咁樣嘅，即係大家商量下，橫掂佢哋都過嚟噶啦，係嘛？嚟出殯嗰個格蘭姆嗰個喪禮，咁我估佢咧就停一停，大家傾一傾，然後就再發動。到咗呢個地步咧，已經冇話咩噶啦，冇話仲同靠談判啲咁嘅嘢。當然啦，你中意投降，你投降到夠，但係咧就冇得話停火噶啦，一路去。咁好明顯啦，就大家而家有個共識噶啦，話佢要落地嘅，同埋以色列一齊落地，落地想辦法抄翻嗰啲濃縮鈾嘅證據出嚟，話俾人聽佢就毀滅咗，同埋咧就係佢哋而家咧針對咧捉到嗰個叫做穆傑塔巴嗰個伊朗最高領袖要炒佢出嚟。咁當然啦，順便斬首嗰啲就要斬首，就基本上咧都個目的就係我嘅睇法荷爾莫斯就係之後你要消滅政權，消滅佢嘅濃縮鈾，即係取得佢嘅濃縮鈾，咁自然咧嗰個荷爾莫斯咧就開放翻噶啦。咁我睇呢個而家阿 Trump 都要一定要咁做成本就高啲。咁但係咧我聽講話佢成中東嗰邊20個國家咧，由沙地阿拉伯領導咧，就大家聯合起來一齊行動。咁呢個咧就係好事嚟嘅。如果咁樣嘅話咧，美國嘅國會人民咧唔可以怪阿 Trump，變咗唔係你單打獨鬥係人哋成個集體你去參與去領導。咁就爭好遠咯，因為以前咧美國有時睇唔起人哋啲軍隊嘅，乜都自己攬晒上身，卒之咧美國人民話你又出錢又出命，又卒之又做唔到嘢喎。佢今次咧，佢喺沙特阿拉伯就好幫手佢就如果有咁嘅聯軍出面，然後佔領咗成個伊朗再重新分配權力俾佢哋搞選舉呢樣嗰樣咧，呢個係一條路嚟嘅差唔多打到咁上下啦，已經打到90%噶啦。嗰啲伊朗嘅防守能力嗰個政權嗰度已經90%完冇咗噶啦，就而家就仲有1%度推冧埋佢。嗱，今次
特朗普即係狠手再度轟炸咧，主要都係伊朗咧就係喺停火嗰段時間咧，就幾次對住約旦嘅美軍基地發射呢個無人機啊、導彈啊。咁啊最新就係7月28號咧深夜咧，向約旦嘅美軍基地同埋啲即係嗰啲主要係有美軍嘅人員喺入邊嘅，咁就發射呢啲多枚嗰啲彈道飛彈。因為上次喺嗰度都炸死咗幾個美軍啊嘛。即係特朗普又再炸，咁啊顯然想製造更多美軍死亡。雖然今次28號呢一次咧就全數都俾美國即係美軍攔截咗，好似話有5枚導彈都攔截咗。但係就特朗普就覺得，哇！你真係總之想製造美軍死亡，咁呢樣東西再咁搞落去咧，即係特朗普都唔掂，所以就一定要喐手。第二咧就係可能伊朗都計錯數，以為特朗普今次咧即係聽咗啲坊間嘅講法，你冇彈藥啊，你冇彈藥，所以咧你嘅時藥啊，所以我而家就食住上又揾啲即係代理人啦，向也門即係無障武裝就向啲沙特嘅油輪咧就開火，咁亦都喺伊拉克嘅嗰啲代理人，即係伊拉克嘅真主黨同埋啲民兵又起事，又喺度射啲導彈射向其他嗰啲波斯灣國家。咁而家波斯灣沿岸10幾個國家，冇20個咁多，10幾個國家再夾埋土耳其等咧，就可能有聯軍嘅，甚至以色列都會落場啊！喺咁樣嘅形勢下邊，射多14日，搞下成個8月都好唔安靜噶咯喎！喺呢方面，特朗普其實都喺度掰緊攤，要快手，要令到伊朗有啲進展，先至交到貨向美國嘅選民。因為距離中期選舉真係100日都唔夠噶咯喎，呢樣嘢時間都急。8月份呢一個月咧就係好緊要嘅。如果可以完成任務基本上咧就冇咗反抗勢力咧，咁都可以交得功課噶啦。中期選舉都可以交得功課噶啦。咁我睇佢係有咁嘅計劃，有咁嘅能力，美國冇問題，冇咁能力。如果其他幾個國家配合埋落埋手嘅話咧，可以制服到伊朗嘅。呢而家個戰爭已經唔係淨係西亞地區嘅喎，包括呢個烏克蘭都喺裏海喺度幫拖，烏克蘭幫拖都好重要嘅，都好重要，個士氣嗰方面好重要嘅。以色列咧就總理納坦雅胡親自去到白宮即係趁住出席呢個葛蘭姆參議員嘅喪禮，亦都同澤連斯基又見面。咁呢種咁樣嘅結合咧，都睇到美軍咧今次咧就學精咗啦，唔好自己一個人喐手啦，就拉大隊多啲夥伴一齊落搭，因為就你如果牽涉到啲地面嘅閃電戰又好奪島戰又好或者係一啲要奪取濃縮鈾。如果奪取濃縮鈾咧就冇得閃電噶啦，一落去咧就可能要幾個禮拜，因為你要運埋啲重型機械去鑿山呢樣東西，美軍會唔會真係做咧？真係呢個好大工程喎。佢哋個個都話鑿山啦，我就唔覺得係咁樣樣。人哋原本有通道噶嘛。只不過你點打開個通道？打開通道唔係咁難嘅啫。以美國嗰種工具打開翻你個通道唔係咁難嘅。你話通道裏邊有防守咪谷啲毒氣咯，毒鬼死嗰班友咯。唔係有乜錯有乜客氣唔通仲同你講人情啊？所以嗰個問題咧，你如果靠炸。如果梗係炸得冧，啲炸冧咗冇用啊！你攞啲證據毀滅，即係埋藏喺下邊，攞唔到證據啊！所以佢咧，我覺得佢咧就應該咧喺通風口嗰度咧，有好多通風口啊！呢個咁下你咁嘅，嗰度就灌啲毒氣俾佢嘆下。咁跟住咧，由現有嘅通道，梗係要撞門啦。就要轉門或者撞門入翻去咧，就控制翻。咁你呢個咁嘅情況咧，就1個禮拜到嘅啫。成個軍事行動1個禮拜到，就唔需要炸塌佢。炸塌佢咧，即係舊年嗰種做法，搏命咁炸到佢穿為止。到而家攞唔出證據出嚟。
咁好嘥噶嘛？呢樣咩人哋又話誒，俾我睇下啦，你係啊揸到人哋諗咗，可能下邊冇嘢嘅咧，所以咧就呢招嘢唔係好通嘅啫。我估佢今次點解話要動用人咧？準備好晒啲醫療咧，實際真係要派人入去。咁呢個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咧係你要消滅佢呢個政權咧，你係要捉到佢幾個頭嘅。係啊，擒賊先擒王，冇辦法嘅呢樣嘢。所以我睇到最後都係回復翻差唔多嗰種傳統嘅做法嚟收尾。咁就要攞證據，亦都要派一啲特種部隊咁就呢個都美軍就好擅長嘅，因為美軍嗰啲海豹啊等等。但係問題就係，即係佢會唔會喺地底隻裝彈弓？有人講就話你咪嚟咯，我裝晒啲地雷咁喺海峽就有水雷，喺呢個埋藏濃縮有地方我就埋咗地雷引你入嚟，咁你咪即係等於甕中捉鱉咁樣就中計，咁會唔會咁大劑咧？因為伊朗呢班友好蠱惑噶喎，啱嘛？你話放毒氣都但係到最後你都要埋尾噶嘛，冇得唔埋尾嘅。咁呢啲風險就預咗嘅，而且咧美國肯定有佢嘅手段。咁如果真係要死人咪死人咯，死100-200人咁就要噶啦，冇得話完全完美嘅。打得仗嚟講咧就係冇風險，咁死人。如果死100-200人咧，啲美國人民都可以承受得掉。問題就係要有果效咯，即係要係啦，有結果咯，有結果。結果就係攞到濃縮鈾嘅證據，同埋殺多幾個嗰啲頭，斬首多幾個，同埋要保證到個海峽咧，以後就係自由航行，恢復翻2月20號之前嘅狀態。呢個就對國際原油價格有一個好重要，因為而家又飆緊上去100咁樣，就對美國嚟講係承受唔起呢種波動，即係向上升嘅波動。通脹問題啊嘛，咁因為民主黨而家喺中期選舉主打就係通脹，就係呢個物價，就係你搞伊朗戰爭，咁趁呢一個戰爭仲未結束啦，民主黨而家就想釋滑呢個特朗普，就係你搞到而家美國人生活困難油價飆升咁，即係用呢方式嚟拉票。呢個情況咧，就美國就可能真係要懟冧呢個革命衛隊，呢個衛隊咧就其實就係今次據說啦，本嚟停火時間咧，即係同美國亦都係有計傾，但係倒翻轉頭佢哋又翻轉頭又炸咧，即係佢哋係兩股勢力互相牽扯你一同美國傾掂數或者係想叫美國停炸，佢嗰邊咧就係撩交打，就不斷向約旦嘅美國嘅基地咧就係射導彈啦，總之就要搞興特朗普。佢目的就係要拖你落水即係特朗普，即係呢下嘢都幾煩氣，即係變咗你兩邊左右手互相交叉嚟打咧，即係美國咧就不勝其煩嘅。講不勝其煩咧，就講病毒啦。就美國嘅州咧，已經有一個病毒溯源，已經向中共咧就係追賠償，已經有州起咗事噶啦。咁而家咧就到咗關於2020年，即係大陸嗰邊就封城啦，武漢封城咁其他地方好多都封城封樓又啲民眾唔准落街咁之後搞到好似即係打到嚟咁樣嘅，好似核戰嚟來臨咁啊！而喺美國咧，當時福奇亦都係說服咗佢自己日記都咁講嘅，紐約同埋加州關閉學校，下一步咧就係好似中共咁樣封城幾乎走去呢步。但係特朗普當時第一任期，即係埋尾最後嗰年，特朗普唔知真係即係唔係好順，搞錯你咁樣成個國家封晒，停咗之後仲有得玩嘅，咁就交俾各個州去決定。係呢招高招呢招好彩，呢個好彩，呢個係最明智嗰樣嘢。佢實際佢都唔知點樣辦。咁由州嘅等佢哋嘅智慧嚟搞掂當場嘅政務司，呢個決定係非常之明智。但係其他嗰啲戴口罩嗰啲咧就所謂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ing
呢下嘢咧就係福奇博士發明噶。咁而家事後睇翻咧，有人話有鬼用咩？咩6尺8尺呢個 social distancing 喺呢個心理上以為有個距離，其實嗰啲病毒唔會因為呢嗰幾尺咧就放過你嘅。其實呢個係揾嘢嚟做嘅，甚至有人講戴口罩都冇用嘅，係心理安慰劑嚟嘅咋。要傳嘅就傳噶啦，就唔會因為有口罩嘅阻隔。咁而家就發現福奇博士當時好多嘅做法同中共咧，即係好配合嘅。咁啊，佢嗰個理論同埋佢嗰個思維就係要封國。咁啊，特朗普冇上當，當時特朗普仲講咩啊？食嗰啲咩金雞納霜都可以治咗幫到，即係防止呢個疾病，即係病毒嘅。咁當時有啲人就話呢啲咁嘅奇方啊，呢啲咁嘅怪招。咁啊，當時話唔戴口罩嘅，咁啊，又影響到美國選舉啦。咁而家美國國會就要揾阿福奇博士出嚟聽證，就問翻當年嗰啲東西。如果問咗，我哋睇到報道111條問題，每一條問題佢都話我根據憲法第5修正案我唔能夠接受自證其罪呢種咁嘅方法，我唔回答因為我用修正案。咁啊，律師都係咁嘅現場教佢，結果蘭德保羅嬲到震，呢個友仔我冇邀請你，冇叫你嚟，呢個律師掟佢走啊。咁啊，跟住就話下個禮拜要交俾國會投票決定，俾參議員決定要唔要告佢藐視國會罪，因為佢一條都冇答。點睇呢最大樣嘢？鑊咧，即係呢條友咧死慳水啊！佢自己個人嘅日記啊，用咗政府嘅服務器佢自己日記咧，佢應該好似我哋有日記，梗係自己架 PC 啊，自己寫埋喺度啊。佢用政府嘅服務器喎，所以俾人抄晒佢啲日記出嚟啊！咁日記裏邊嘅內容同佢講嗰啲過去嗰幾年講嘅嘢完全唔相反嘅，即係證明咗佢係大話。咁而家呢個大話咧，到底就話佢可能作偽證啊？作偽證呢啲好啊！嗱，全部佢出嚟嘅人哋全部全世界都影，啲電視都影到嘅。跟住佢嗰個日記啊，而家攞晒出嚟。咁日記裏邊講嘅嘢同佢咧，全部係絕對係矛盾，即係佢出嚟計證咧，嗰啲全部係假嘢嚟嘅。咁呢個罪咧就咁講，就佢就話佢特赦咗啊。咁特赦呢個本身啊，又要證明啦，到底有冇拜登有冇直接有冇證明佢係真係特赦咗？唔可以話咁，唔可以靠簽名筆，唔係靠簽名筆，又唔可以話咁多人都有特赦，我有特赦。嗱，呢個要證明，呢場一場官司嚟嘅。跟住咧，原來咧特赦咧就淨係聯邦嘅啫，你淨係有權特赦，所有州都有權告你嘅。咁佢就走唔甩噶啦。今次已經話即係原來咧個特赦喺州嗰度無效嘅。咁你嗰啲州死咗咁多人啊，梗係告你啦！你幾個州呢條友都成日80-90歲噶啦嘛，即係告你咁咪坐多10年，你差唔多玩完噶啦。即係一世嘅名譽啊！而家最緊要咧就係一定要搞到佢名譽破產，等全世界知道佢講大話。而且你唔好我哋怪中共一半啦，中共攞咗佢呢個項目去發展，然後漏咗出嚟，中國有一半責任。但另外一半責任咧，就係你交俾佢哋去發展呢個功能增長呢樣嘢研究你有責任啊！即係實際兩邊都有責任。係你講功能增益咧，咁啊一定唔能夠漏咗另一個中方嘅關鍵人物，就係武漢病毒研究所嘅所長石正麗。當年佢收咗美國咧，即係懷疑係涉及數百萬美元嘅野生動物病毒監測補助款，係透過一個機構做嘅，唔係直接俾㗎。呢個叫做生態健康聯盟 （Eco Health Alliance）。咁嘅錢就最高嘅來源咧，就係美國呢個國家衛生院 NIH， 同埋福奇佢自己長期擔任所長嘅美國國家過敏及
傳染病研究所 NIAID 咁呢啲錢咧就即係由2014到2019年嘅資金指定由武漢病毒所嘅主任石正麗嘅團隊執行，用於篩選、收集同埋鑑定蝙蝠狀病毒，就係目的咧就係研究功能增益呢個即係呢個功能增益 gain of function 呢個研究咧就懷疑咧就係呢個病毒研究所個病毒研究嗰啲病毒就泄漏咗出嚟，咁然後福奇博士咧就當時咧就話唔係嗰啲野生動物海鮮市場華南海鮮市場嗰度漏出嚟嘅，咁呢樣東西咧就係如果係而家證實係講大話嘅話咧，佢係跟足中共嗰個宣傳口徑，即係話啲病毒係嚟自嗰個賣海鮮海鮮有事即係複製翻2003年沙士病毒就係野生動物起嘅喎，咁其實今次可能真係唔係完全關動物事，係人嘅事，係武漢病毒所據說咧就有人咧就係死於呢個研究過程入邊嗰啲病毒泄漏，咁然後咧就流咗出嚟。呢樣東西好大件事，即係成個病毒嘅起源係推反嘅啱嘛？好大件事喎，全世界數以百萬人死亡，咁而家講計埋中國大陸過2000萬人死中國真係講唔清唔好千祈呢個2000呢個數字可能講少咗好多。而家我即係大家都係估千祈唔好估少中國嗰個隱瞞好鬼大喎！我哋聽到好多喺火葬場嗰啲排隊然後嗰啲擺屍體嗰度一個窿擺幾個，然後排隊好嚴重。中國嗰個咧永遠都冇辦法知道，即係等於當日大躍進餓死咗幾多人，就話4000幾萬。只有講少就唔會講多，所以唔好以為幾千萬。我話俾你聽，中國佢哋話而家喺中國咧見唔到老人啲老人基本上中，因為呢隻嘢咧一中咗招咧個肺你話痰又好濃又好啦，就即刻就分泌晒啲濃度痰，咁啲氧氣就入唔到去咯，就咁簡單嘅。實際呢單嘢，咁你話嗰陣時Trump咪播咪去急做嗰啲嗰啲吸氣機實就呼吸啲痰出嚟，一定要就谷啲氣入去咧，就吸啲痰出嚟。咁咧，我哋中國冇咁多複雜嘢噶嘛，啲老人家咪死咗喺中國係好慘嘅。啲老人家死咧，啲人覺得係應該嘅，佢哋對生命個睇法，我哋咧喺西方咧，大佬活多一日就一日啦嘛，1分鐘都要爭取噶嘛，人命關天啊嘛。但係中國唔係嘅，中國一有得到死人咧就係冇即係接受啦，接受人死亡，跟住咧草草了事，草草了狀，係咁樣嘅。我話呢樣嘢我好難頂，我睇到佢哋有時咧，我記得好多親戚就好嘅，都費事通知你啦。覺得唔方便，唔係通知你，佢完全對嗰個死亡對生命嘅珍惜認真唔妥所以話俾你，今次死嘅人唔係講玩嘅，呢個將來歷史上會暴露出嚟我估計當然咧，最後死得人最多係中國。冇錯啦，呢個就係按人口比例同埋佢哋嗰種措施嗰種當時嘅病毒開發咪開發啲疫苗嘅，咁而家發現大致大家知道嗰隻咩科興即係大陸國產嘅疫苗即係而家嘅後遺症係比西方嘅疫苗嚴重唔知幾多千倍即係引起嘅併發症同埋到而家有好多人咧，即係而家過咗成4-5年啦猝死猝死率好高咁呢個大陸嘅猝死率而家不斷，唔單止平民好多高官猝死，當然有啲係被自殺嘅，但係猝死嘅情況，即係懷疑都係啲病毒佢開發嗰啲土發嗰啲病毒，係嗰啲咩滅活疫苗
同西方嗰隻咧係理論係啱啱倒轉嘅，佢滅活疫苗仲係沙士嗰種方式，但係外邊已經去到 DNA 嗰邊、RNA 嗰邊嘅改變。咁嗱呢樣東西，福奇博士作為美國公共衛生嘅阿頭，帶頭向總統講大話，向全國講咗中共嗰種方式，即係包括啲野生動物入咗啲野生動物，就一路就掩蓋實驗室洩漏呢種講法咁其實會唔會呢個其實都係一種刑事罪嚟嘅即係你係牽涉到好多人嘅生命嘅即係特朗普老實講，個疫苗到底有冇用啊？到今日都講唔出嚟啊！我未聽到話唔打疫苗死嘅，我就好少聽到。但係我反而聽到咧，好多打咗疫苗死喎即係我喺出邊周圍都聽人哋講見到咧話打咗疫苗有啲副作用，引致死亡。我就冇乜點聽到話冇打疫苗就死咗，所以呢個疫苗本身一個大問題嚟嘅。呢個佢呢隻咁嘅 DNA 嘅叫 RNA 呢隻嘢咧，影響你成個基因同埋成個人嘅抵抗力嘅。將來有咩事冇人知，根本就冇人知啲副作用，冇人知。所以呢單嘢咧真係要吸收教訓啦。你個個人就係呢條友，點解咁恨Fauci咧？阿 Trump 就唔識嘅，佢就係聽阿信你下邊啲人噶嘛。咁呢條友由1980幾年就開始做呢個職位咯，你點會可以唔信佢咧？咁多個總統，佢都係做呢行嘅。佢今年85歲好似。咪真你咪信佢咯？咁你信佢，你咪信佢咪？即係到底就即係老實講，已經係美國已經係好嘅啦，多啲意見。中國就更加唔使講啦，亂嚟嘅。一個習近平都話做埋專家啦，由佢話事嘅，咁點搞啊？親自部署、親自指揮啊嘛，咪就係咯，即係你話好好笑啊！咁但係唔理點樣樣啊，實際呢單嘢死咗好多人，損失又唔知點計睇睇點啦但係追究都係啱嘅，一定要追究。追究福奇博士當時係咪點紅點綠點到特朗普即係氹氹轉特朗普因為疫情嘅影響都連個選舉都佔咗下風俾呢個民主黨就過咗洞當然仲做埋做票啦，嗰啲就我哋講過啦。咁呢個疫情亦都係影響到特朗普當年嗰個爭取連任嘅機會嘅。咁講起疫苗咧。喺新西蘭都有呢單咁樣嘅嘢喎。新西蘭國會咧有一個當地嘅華人議員，其實係90後，好似91年喺天津出世嘅，而家就做咗新西蘭嘅國會議員，叫徐南南係木字邊，做南方嘅南，係啦，佢同新西蘭外交部長亦都係議員啦，皮特斯喺國會度鬧交起因咧就係皮特斯就喺辯論嘅環節咧，就批評前任嘅工黨政府處理疫情嘅方式，點解同美國一樣？呢個徐南咧就打斷呢個皮特斯，又話你有冇種疫苗啊？皮特斯就火都嚟埋，即係好明顯。呢個係呢個徐南係新西蘭左翼政黨。呢個綠黨嘅一個議員嚟㗎，咁而家呢個皮特斯就話滾翻你嘅中國啦，你爛翻你嘅中國啊，興到咁樣啊，又係講起疫苗，即係呢個西方社會咧，當時美國即係接種疫苗咧就唔係強制嘅，唔係強制嘅，但係勸喻建議，但係中國就強制嘅。呢個東西打疫苗呢下嘢咧，就而家就後遺症咁嚴重咧。而家好多朋友就話，好在當年冇打疫苗，係咯，冇打疫苗。好少聽到話冇打疫苗死咗喎，冇人講喎。但係打咗疫苗有副作用就好多人講啦。係啊，副作用今日最嚴重嘅就猝死啦。呢個新西蘭都引起呢個疫苗即係追責，當年。又係前政府同美國而家一樣喎，即係5、6年之後，好多西方國家發覺當年上咗當俾中共嗰種，即係俾佢哋
用大陸嘅匪語叫做忽悠咗，俾佢哋整蠱咗啊！咁啊係即係特朗普最聰明就冇封國冇封城啊！咁啊呢下咧，而家就追查翻當年邊啲人去決定要搞社交距離，邊啲人決定要戴口罩啊？邊啲人決定要打疫苗？嗰個中間有啲咩嘅利益鏈嘅關係，同埋有咩嘅證據咧？咁而家事後睇翻啊，當然都係事後梗係冇孔明嘅啊，就發現好多東西都係嚟自中共，係中共嘅做法，大家 copy 佢做法，以為中共嘅做法係最先進，咁啊，但係特朗普一句就踢爆咗中共。點解你武漢封城？武漢機場對國內所有嘅機場都封閉，但係飛晒國際咧。既然你認為呢個病毒係對人類係會有致命嘅危險，咁你應該連國際航線都封埋。包括武漢機場飛去香港好多啊，由香港再飛去全世界。咁啊，好似美國方面估計，至少有500萬人喺嗰段窗口期出咗去，呢個就散布到全世界最快嘅方法。咁一講翻呢樣東西，而家又講病毒係可能係特朗係咪係習近平嘅其中一項武器懟冧啊特朗普？嗱呢個陰謀論嚟噶，你話點睇咧？而家睇嚟都應該講嗱呢個陰謀論咧，即係唔好話陰謀論就唔講啊！我哋即係生個腦嚟做乜嘢嘅？咁你話如果唔可以有陰謀論嘅話，全世界嘅探長都炒晒佢得噶啦啊！咁啊點查案咧？呢個咧嗱有幾樣嘢咧，以後一路要追蹤嘅。第一，美國個選舉啊，突然之間咧用咗郵寄投票，大量用郵寄投票。呢個同呢個疫情嗰個所謂乜嘢嗰個隔離啊，有冇直接關係咧？呢個係將來仲要查落去嘅，呢個好大件事嘅，因為嗰個選舉咧造成咗好大量嘅郵寄投票，大量郵寄投票，我哋知道啦，無辜辜拜登攞多成2000萬張票。全部都係郵寄投票嚟嘅，咁呢個投寄票裏邊咧就好多問題，而家就開始揭露出嚟啦。根本裏邊有假票多到不得了，要查啊！唔係話陰謀，我又唔係話佢一定係呢個要查。另外我哋香港啊，成個佢成個抗爭啊，上街抗爭咧，即刻就縮咗水咯，就係因為驚疫苗。呢個係自然造成咧，定係故意造成嘅？呢個又係值得了解、值得查嘅。當然查出都冇乜結果，所以當時都好多傳言，我哋都聽到好多傳言，話咧就王岐山去武漢咧，就同佢哋商量點樣用病毒嚟鎮壓香港個示威。因為你一有病毒咧，一有呢啲咩咧，嗰啲人就唔敢出去街嗰度搞嘢，就分分鐘就翻屋企噶啦嘛。啊，咁呢個係其中個鎮壓嘅手段嚟嘅，到底有冇用到？啊，有去到咩程度？不過實際咧，最後咧嗰個抗爭嗰個收斂咧，就同呢個病毒係絕對有關嘅。如果唔係冇突然之間銷聲匿跡冇得咁快嘅。咁呢啲全部將來要去查嘅。啊，呢個人而家以人類嘅智慧啊，好容易查嘅啫，遲早要呢啲嘢全部要爆出嚟嘅。咁香港當時都封樓嘅喎，你有冇印象？封樓嘅，佢一搞咗呢個病毒咧，香港人成個態度變晒，但係咧就冇公佈出嚟，大家都唔明白，都以為嗰陣時以為個病毒係天然㗎嘛，諗住咧天，因為以前發生過沙士，咁呢次咧話又嚟啦，咁啊就唔覺得冇懷疑啊。咁而家發現咧，而家後嚟郭文貴就開始爆出嚟個武漢病毒所個石景麗嗰單嘢嚟。石正麗，所以大家呢個問題全部真係要追究嘅。發生咗好多事，但係最大鑊死咗佢幾多人？死咗不得了嘅人啊！但係死得最多反而係大陸嘅年紀大嘅人。最奇怪嘅就係美國嘅國立衛生院要撥款俾中共去做病毒嘅功能增益，呢個真係莫名其妙。病毒已經夠惡噶啦，你就要增強佢嘅功能。嗱，增益有兩個道理啊。增益咧，第一咧係話咧，
就係作為生化武器啊，增益嚟做生化武器。咁大陸梗係下邊喺個武漢實驗室下邊有一層樓咧，專門俾佢軍隊用嘅，我嚟做武器嘅。咁呢個又好細得喎。第二咧，佢哋嘅解釋啊，我哋攞呢個增強，跟住咧就對付將來嘅擴散，用乜嘢手段嚟？即係以毒攻毒咁解啊？唔係以毒攻毒，以後點樣對付啊？對付咁強嘅毒啊，增強嘅毒啊，你有準備噶嘛？啊，咁我就為咗對付佢，所以咧攞佢增強咗，然後先研究點樣對付佢。呢個係佢哋嘅講法啊！啊，點解要研究呢樣嘢啊？跟住咧，但係另外好明顯咧，你落咗中國手啦，梗係武器啦。美國本身都係生化武器，美國嗰個原本啊都係嗰隻種都係由生化武器出嚟嘅。呢個項目原本喺美國嘅軍隊裏邊嘅生化武器嘅。咁咧，然後咧就嗰陣時奧巴馬時代就話唔可以喺美國做啦，太危險啦。咁就攞佢就外發咗去俾其他國家，好多國家有幾百個實驗室。烏克蘭都有份喎。人哋好小心嘅，但係點知中國咧，可能佢有特別嘅需要啊，或者香港啊，或者咩咧？佢做武器啊，所以佢就大膽去搞。其他人哋個個都實際好多國家做嘅，人哋又冇泄漏，中國係泄漏咗。嗱，喺7月29號咧，美國即係有個行政命令，就要禁止功能增益研究。係以後唔好搞呢啲啦，因為吸取上次2019年。你就係美國自己撥錢去搞咩捉蟲捉上身，咁啊害到美國人數以百萬計死亡。咁啊呢個功能增益咧就係停止啦，唔好再做呢啲咁高風險嘅，因為佢同生化武器一線之隔，咁啊害人又害唔到，害到自己，或者又害人又害己。咁啊特朗普就冇以後呢個 gains of function 呢樣東西啊。就收皮啦吓，咁就同福奇喺國會作證嘅時間就同一日發生。咁睇到特朗普對於福奇博士當年昆咗佢俾咁多建議加咗引號，即係特朗普真係而家，我覺得當年真係自己做咗。當年如果佢信自己直覺，唔聽福奇博士講，可能真係形勢又唔同。但係當時，你係國立衛生院嘅阿頭喎，所以即係呢個其實嗰個咩生態聯盟咧，生態健康聯盟咧，其實好似奧巴馬時代已經有嘅呢啲咁樣嘅組織，係嘛？咁福奇博士究竟係服務民主黨嘅政府，抑或服務共和黨嘅政府咧？而家都係係一個好大嘅question mark好多黑人問號。咁國會就本來想澄清釐清呢單嘢，但係佢又用咗第5修正案。第5修正案好奇特噶喎，佢話呢個唔可以利用自證其罪嘅方法係將嗰啲人入罪。呢個都係嗱，一方面就有第1修正案就係言論自由啦。第5修正案你又唔可以利用言論自由嚟逼人哋講一啲令到佢陷於有罪嘅，自己有罪，自我入罪啊！咁共產黨做呢樣嘢，逼成日都逼人自我入罪噶啦，電視入罪，電視認罪咪係咯？係咯，自我入罪喺中共就普遍到不得了，係嘛？咁乜嘢都係靠費事證明啦。你話你有罪，咁咪全部都係強權嘅。所以呢個嘢咧，呢個第5修正案係好事嚟嘅。咁英國都有呢條嘅，你唔需要自己咩嘢，同埋你自己好近親咧，就唔可以做證人嘅。咁中國就梗係用晒你咁嘅近親人質添啊，近親最佳人質嚟督你添啊。咁所以咧就呢個係一個好文明嘅嘢嚟嘅，所以係變咗咧審案就好難。但係咧變咗咧，你就保護咗一個人嘅法律嗰方面嘅自主權。
咁啊，福奇博士可能會因藐視國會啊，如果下個禮拜投票通過咗，佢送交法庭咧，咁就交俾法庭咧，咁佢嗰啲咩拜登嘅豁免可能都冇用噶咯喎，因為國會你唔回答國會議員，即係國會喺呢個情況之下就等於個法庭噶啦，你唔回答即係藐視法庭，藐視國會等於藐。佢就咁樣，都係兩件事嚟嘅。如果要告嘅聯邦罪咧，都係要推翻呢個簽名筆，簽名筆無效要如果告嘅聯邦罪，咁會嘅。我估阿 Trump 咧，到時咧就係全部好似幾千人嘅嗰個赦免嗰度咧，就一單官司就話佢簽名筆無效，因為你攞唔出嚟授權你唔攞唔出嚟嗰個授權，簽名筆係一個死物嚟嘅，係嘛？簽名筆如果冇人授權簽到名嘅話咧，你根本就係無效嘅，就俾人冒用咯。係啦，係人都可以用啦。我買個簽名筆翻嚟，我又簽下拜登個名得唔得？梗唔得啦，你有佢授權先得噶嘛。呢個死物嚟嘅，有支筆一支筆唔係冇主意噶嘛。個主意喺邊度嚟咧？就係你授權啦。你冇授權，你證明或者你語言授權有證人，或者你用文字授權。咁呢個嘢如果攞唔出嘅話咧，喺法庭嗰度好輸緊嘅，所以咧佢會做。但係咧另外一個問題咧，你嗰個日記同你講喺聆訊嘅講嘢係矛盾嘅，係相反嘅，即係你講大話，聆訊講大話，另外一條罪，州政府就可以告你啦。咁多個州啊，美國。點解福奇博士咁聰明嘅，會用公家嘅電腦嚟寫日記？因為呢啲有好嘅限制，即係老一代啊嘛，如果你自己嘅 PC 都唔用，啲咁搞錯，自己用隻 PC 去辦攞個人日記影咗去政府聯邦政府嘅服務器裏邊喎，即係呢條有啲慳水啊！你明唔明啊？自己應該你自己嘅嘢。應該你自己有個，應該自己有個PC 啊嘛，喺自己 PC，連咁都慳翻啦！你話呢啲又係咪孤寒度嚟嘅？真係係孤寒啊嘛，孤寒度嘅，善加利用啫，乜都用晒公家，乜鬼嘢都用晒公家，你真係大鑊。好在佢有呢種咁樣嘅好習慣，如果唔係抄唔到日記就睇唔到你。哇！你私下講嗰度同你公開講嗰度咧，就係一個天一個地。而家真係害死人，會死人嘅呢單嘢。同埋佢擺喺幾間唔同嘅服務器嗰度啊，佢諗住你班友抄唔到，但係而家呢班人咧，而家有咗 AI 冇嘢抄唔到嘅，點解咁耐 delete 咗嘅都抄到啊？係啊，而家 AI 盡量都唔使人去抄啊，靠人去抄梗係抄唔到啦。每日咁多 email， 但係你有咗 AI 喎，成個聯邦政府裏邊嘅服務器搜索啊，梗係搜到啦。冇啦，而家以後都冇得秘密噶啦。係啊，咩？你仲記唔記得舊年阿馬斯克用嗰個 Doge， 喂就係用 AI 喺後邊炒翻晒啲錢 ，follow the money， 去到咩國家去邊個單位，冚唪唥一目了然。同你分析埋添啊，同你分析埋，即係人嘅分析咧，有時咧人唔夠 AI 嚟嘅，人嘅分析咧有時咧，哎呀太多，個量實在太多啦。你話而家講嗰啲案，淨係翻好似嗰個日記啊，要幾多檔啊？你抄嗰人冇咁大嘅力量啊嘛，咁你揾 AI 去抄幾日就抄到晒嘅，乜嘢都抄晒出嚟噶嘛。所以犀利啊！而家冇啦，呢班友全部呢班友碰到 AI 就死啦。嗱，咁而家距離中期選舉100天都不足啦，即係3個月多啲。喺咁嘅情況之下，病毒溯源即係追責即係由美國國內開始，由美國嘅前衛生亞洲開始，然後就追翻當年中共。咁呢個都係睇嚟都係為中期選舉咧，即係共和黨都係打響啲槍咧，都係為咗即係佢哋嗰個選票鋪路要追翻當年。今日要睇翻民主黨當年做過啲乜嘢。咁呢招都睇嚟，即係你福奇博士就話：將啲咁嘅東西係政治化啦，要而家咧就要即係叫做無限上綱啦，要會唔會
民主黨方面會有應對方法咧？啊，即係話你當年你特朗普呢台上喎，最後就係法庭決定啊。咁呢個冇得意見還意見，但係法庭。咁美國而家啲人民都開始眼睛雪亮噶啦，開始越嚟越睇到啊嘛，證據越嚟越多。你話以前又話冇人假投票，而家又炒出嚟，原來呢度係幾千，嗰度係幾萬嚇，嗰啲假票，以前係絕對可靠嘅，我哋係清楚啊嘛。咁嗰啲有咧，聽到佢可靠就要信可靠美國，但係而家唔係喎，有證據出到嚟喎。開始bling bling啲證據出晒嚟，所以變咗啲人嘅意見啊，當然冇全部啦。咁你話有1/3改變意見，一啲都唔出奇。好，今日咧就同各位網友就係 update 咗美國就再炸伊朗啊，估計10至14天都走唔甩噶啦。咁然後咧，福奇咧就喺國會參院嘅聽證嗰度咧就拒絕作答，過百條問題啊都係用第5修正案嚇，總之就係保持緘默。咁啊，即係蘭德普羅咧Rand Paul 咧就嬲到震，咁啊連福奇博士帶去國會嘅律師都掟佢走，直頭話冇邀請你啊，唔該你出去，你多結吉啊你冇資格啊，咁啊即係嬲到啊，咁啊福奇博士可能因為佢答咧就下個禮拜如果過咗參院嘅投票，佢可能會送交法辦啊，因為佢係藐視國會罪嘅啊。今日同大家講呢樣東西都係牽涉到未來中期選舉嘅，而家開始熱身啦嚇。咁喺國會方面即係病毒追責啊，講翻當年然後跟住2020年選舉嗰啲背後嗰啲唔見得光嘅東西咁都係樣樣都係針對翻民主黨嗰邊嘅一啲弱點。咁啊，同大家 update 到呢度。咁啊 Elma 仲有冇其他補充啊？冇，暫時咁。好啦，咁啊，今日我哋講住咁多，多謝各位網友收睇，多謝大家嘅支持，記得撳個 like 咁啊 CLS，咁啊聽日再傾。好，唔該晒 Elma。